大家好，我係 Carrie 李若凡，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對美金同埋歐羅嘅睇法。由於歐羅咧佔美匯指數入邊咧超過咗50%，咁所以兩者之間都息息相關。年頭嘅時候，大家覺得特朗普當選咗之後啦，可能講緊美國同埋歐洲之間嘅息差同埋個經濟嘅分歧有機會擴大，所以美匯有機會進一步向上啦，而歐羅對美金甚至乎有機會跌穿一算，去到啲更低嘅水平。但係結果一個季度過咗去之後，我哋見到美匯下跌啦，歐羅反而相當之堅挺嘅。其中一個轉捩點咧，就係喺呢個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嘅談判過程當中啦。歐洲啦或者德國啦都覺得自己應該係自強啦，負責翻自己嘅國防支出嘅。咁咁啱啦，德國大選咗之後，保守黨咧都獲得多數嘅席位。咁新嘅政府上咗嚟之後咧，我哋都見到佢哋好快地通過咗一個財政嘅一個擴張計劃嘅。咁其中其實講緊佢哋國家相當之守緊一路以嚟赤字率啦，即係話財政赤字對 GDP 嘅比重咧唔可以超過0.35%嘅。咁而家就講緊5000億嘅呢個基建嘅支出就唔包含喺呢個0.35% 入邊。咁另外咧就係話國防支出如果超過咗 GDP 1% 以上嗰部分咧，亦都唔會計入呢個0.35%。咁佢哋更加計劃咧喺年尾嘅時候有機會嘗試咧去放寬翻呢0.35%，將個數字咧去較高翻多啲，咁令到佢哋有更加多財政寬鬆嘅空間。咁呢個咁嘅結果咧，可能會係喺其他嘅歐洲國家咧都會去仿效啦，咁令到咧成個歐元區啦都有機會繼續受到財政刺激政策嘅支持。咁對於歐洲央行嚟講，可能佢哋放寬貨幣政策減息嘅壓力就冇咁大啦。咁相反啦，因為特朗普嘅一個關稅嘅政策不穩定啦，太多不確定性，亦都令到美國嘅消費者同埋企業信心指數下跌。第一季度嘅 GDP 已經有機會萎縮，嚟緊嘅前景都唔太理想嘅時候，大家都開始覺得聯儲局可能要比預期更加大幅度地去減息。而家個結果就係美國同埋歐洲之間嘅息差咧，反而係收窄咗。美匯咧就向下，歐羅咧就向上嘅。咁短期間嘅話咧，我哋當然都要留意翻嘅就係最新美國公布嘅呢個關稅，會唔會有機會令到全球嘅經濟一齊短暫受壓？咁呢啲避險情緒升溫嘅時候咧，可能見到美匯咧會係受到一定嘅支持，未必話直線向下。而喺避險情緒升溫、美金堅挺嘅時候咧，可能講緊歐羅都未必不斷向上嘅。咁但係長遠去睇啦，我哋都覺得歐羅進一步上升嘅機會係存在嘅。咁美金亦都有進一步下跌嘅風險。一嚟最新嘅呢一個關稅公佈咗之後，我哋睇到美國對歐盟實施嘅呢個20% 嘅關稅，其實唔夠其他亞洲國家咁高。咁另外咧，亦都留意到嘅就係德國嘅呢一啲財政嘅刺激政策，可能會喺嚟緊幾個季度慢慢地反映喺對呢個經濟數據嘅一個改善上面啊。咁呢個咧亦都有機會令到個歐羅咧係逐漸咁樣向上嘅。咁如果話歐羅而家係去試啲1.0960甚至乎1.10嘅位置，到期時如果穿咗嘅話，有機會再嘗試多去高啲嘅水平1.1080左右嘅。咁如果話美匯指數喺歐羅上升嘅時候，佢都有機會穿103，去到試呢個102到102.5呢個區間，甚至乎再低啲嘅話咧，可能就會去試啲101左右嘅水平啦。咁今日對歐羅同埋呢個美金嘅分享就到呢度為止。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兩隻貨幣息息相關嘅走勢，因為呢個都影響咗其他貨幣嘅一啲前景。咁下一期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對日元嘅走勢睇法，敬請期待。